到了季节，所以要带大家来看过日子。因为烦恼退休了后，退休金无够用，嘛烦恼退休了后生活较无趣味。人力银行上新的统计发觉讲，台湾拢总有473万靠回劳工，退休了后想要搁转去食头路，也毋过有8成的人伫咧找头路时，恐惊互人看无目地。另外调查嘛发觉讲，这靠回劳工想要转去食头路，薪水差不多是3、4万，比本来月级减2、3万块。另外，咱嘛看到餐饮业大卖场甲看好这个头路，因为条件毋免讲真悬，特别有侪人想要来捧这个饭碗，食这个头路。甲豆花留起来，再搁放绿豆仔这个配料。53岁吴女士原本是想要重返职场，要再度来就业，毋过煞四界碰壁，上尾也只好家己创业来做豆花店的头家。我们想说我们只要肯做就好，可是有的雇主他就会说他会考虑到你的年纪啊，还有你的体力啊，大部分会不要啊。3度就业，我这个年龄的电脑都不会，后来我就开始学习，那我也去上课。人讲食一回学一回，就惊讲二度来就业会去拄着困难。真侪中老年人拢咧拼进修，来提升自我的能力。根据人力银行的统计，国内有473万超过45岁以上的中高龄的劳工，平均有8成的人伫咧二度就业、重返职场的时阵，会去拄撞到歧视的问题。除了讲年龄较大会互人看较普，连薪资甲职位嘛和心目中所想的差真济。另外，无法度上夜班，嘛互人要求讲是学习能力真歹。这嘛是二度就业会去卡掉掉的原因之一。伫咧调查内底，佫进一步显示讲，以餐饮业、大卖场佫有看好这个行业，因为入行的条件较低，嘛正做二度就业的热门行业。不过，若是甲起薪甲原本食的头路薪水来甲比一下，上无减低2、3成。干单有3、4万年，61岁的退休票，我觉得还是会往上爬，因为毕竟现在少子化情况下，我觉得越来越多企业会希望透过这个中高龄劳工来填补这个少子化缺工的一个情况。专家推测讲，受到少子化的影响，国内就业人力市场出现断层，安尼未来退休的年龄就会一直变较老了。若是有想要成功二度来转去职场，建议讲就要提早进修，也是讲搁去考证照，安尼找头路才袂定定去吊搭。记者综合报道。